用耳朵閱讀文字，好書伴你成長。歡迎嚟到利馬竇中學好書解讀音頻。喺上一期嘅內容，我哋介紹到 MBTI 嘅前世今生，以及 MBTI 嘅4個方面以及8大維度，分別如下。第一方面係外傾內傾偏好，細分為外傾偏好 E 同埋內傾偏好 I。第二方面係感知方式，細分為感覺型 S 同埋直覺型 N。第三方面係判斷方式，細分為思維型 T 以及情感型 F。第四方面係感知判斷偏好，細分為感知偏好 P 同埋判斷偏好 J。唔知你仲有冇印象呢？以下落嚟，我哋不妨列舉一啲大家都熟悉嘅人物，一齊分析一下佢哋嘅 MBTI， 咁樣就能夠化理論為實踐，鞏固一下對 MBTI 嘅認識啦。第一組要分析嘅人物係福爾摩斯同埋華生嘅 MBTI。偵探福爾摩斯絕對係偵探小說界里程碑式嘅作品，更加係蜚聲國際嘅超級大 IP 啦。翻拍嘅電影、電視劇、舞台劇可以講話係多不勝數。即使係冇接觸過福爾摩斯嘅任何作品，亦都會對呢一位大人物有所耳聞。基於呢一個默認嘅前提之下，故事入面嘅兩位主角福爾摩斯以及華生，我哋就喺呢一度唔費口舌去介紹啦。咁接住落嚟，我哋就一齊做一啲有趣嘅嘗試，一齊分析一下佢哋兩者分別係乜嘢 MBTI 啦。而家你可以喺腦海入邊諗一諗，然後睇下自己可唔可以估得中。首先分析嘅第一號人物福爾摩斯，佢已經係神探界嘅名詞啦。好似咁樣一位神一般嘅人物，佢嘅 MBTI 究竟會係啲乜嘢呢？開門見山啦，佢嘅 MBTI 就係 INTP 啦，全稱係內傾直覺思維感知型。一個人格亦都被稱為邏輯學家型人格，係最聰明而且最具智慧嘅人格。呢一種人格非常之善於獨處。咁以下落嚟，我哋就分析一下。首先係內傾傾向 I， 福爾摩斯孤僻，唔中意社交嘅性格其實非常之明顯。佢遇到華生之前，仲係中意獨來獨往。接住落嚟係 N， 亦即係直覺型。呢一種嘅人格偏好給予咗福爾摩斯熱愛思考嘅習慣，能夠喺無意識之間對外界收集嚟嘅信息進行整合與聯繫，提供俾佢敏銳嘅思維、超脫嘅想像力以及深刻嘅洞察力。呢一種嘅特質幫助佢喺案件毫無頭緒嘅時候揾到突破嘅缺口。而 T 代表思維型，給予佢超強嘅邏輯思維能力，讓佢仲係能帶住一份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嘅冷靜自若。呢一種智慧亦都能讓佢隔絕外界各種嘅紛繁嘈雜，一頭扎進自己嘅思考之中。但係同時亦都衍生出佢嘅缺點，就係不近人情啦，情商堪憂，直來直往，唔太識得顧其他人嘅感受，對人太過於理性，呢一個就係佢嘅致命啦。接住落嚟係 P， 代表感知偏好，呢一個給予福爾摩斯隨性靈活、思維開放、好奇心強而且極具創意嘅特點。而且一般而言，感知偏好 P 會比判斷偏好 J 更加聰明一啲。接住落嚟係第二號人物華生啦。喺作品入邊，華生一直係一位好好先生，福爾摩斯嘅得力助手，更加係一位擁有倫敦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嘅大學霸。咁佢嘅 MBTI 究竟係乜嘢呢？直接揭曉啦，係 ISFJ。全稱為內傾感覺情感判斷型。呢一個人格亦都被稱為守衛者嘅人格。佢嘅特點係愛心忠誠，而且溫柔體貼。咁以下落嚟，我哋一齊分析拆解一下。首先 I 係代表內傾偏好，同福爾摩斯一樣。華生亦都係一位低調內斂嘅謙謙君子。但係總體嚟講，福爾摩斯嘅內傾偏好更大於華生。
華生仲係有唔錯嘅社交能力㗎。而 S 代表感覺型，喺出色嘅醫生入邊，感覺型 S 係一個非常之常見嘅人格維度，因為喺面對具體嘅病患嘅時候，需要注意同埋判斷患者嘅心跳、呼吸、面色等等嘅具體細節，醫生必須要以實際嘅觸覺、視覺、聽覺信息為準。因此，以五感為重嘅感覺型 S 人自然更加具優勢。此外，華生亦都表現出腳踏實地、追求實際、注重細節等等嘅特點。喺小說入面，福爾摩斯亦都多次誇讚華生呢一啲嘅優點。F 代表情感型，給予華生平穩溫和、極具人情味嘅個性。小說入面亦都描寫咗華生非常之具有親和力，以及善於與女性交流溝通。最後一個係 J， 佢係代表判斷偏好，給予華生對事物輕重緩急嘅判斷能力，做事有計劃，而且好多時候都會制止福爾摩斯一啲出格嘅行為。額外睇一句，ISFJ 嘅人格喺醫療護理表現係非常之出色嘅，所以好多嘅嗰啲優秀嘅護士、醫生，往往都係 ISFJ 嘅人格。近代護理學嘅創始人南丁格爾，正正就係 ISFJ 呢一個人格啦。第二組要分析嘅人物係蒙奇 D、路飛同埋漩渦鳴人。咁樣結合人物進行 MBTI 嘅分析，係咪覺得有趣得多呢？呢兩位嘅人物對於年輕一代嚟講一定唔陌生，相信好多人對佢哋嘅故事更加係如數家珍。一位係動漫《海賊王》入邊嘅男一號蒙奇 D 路飛，另一位就係《火影忍者》入邊嘅男一號漩渦鳴人。佢哋嘅 MBTI 都係 ENFP。而好多嘅日本動漫入邊，嗰啲身懷夢想嘅熱血型主角嘅 MBTI 大部分都係屬於 ENFP， 全稱為愛傾感覺情感感知型。一個人格亦都被稱為競選者人格。稍微熟悉啲嘅朋友仔可能仲會知道佢嘅另一個可愛昵稱就係快樂小狗啦。皆因呢一種嘅人格好多嘅特點都同小狗好相似，係唔係一聽就覺得愛上咗呢？以路飛嘅例子為例說明，首先E代表愛傾偏好，身為一部熱血漫嘅男主角，外向社牛嘅屬性係基本標配啦。所到之處全部都係朋友，妥妥嘅一朵交際花。而 N 代表直覺型，路飛擁有強烈嘅好奇心，總能夠開發極具創意嘅招式。喺故事情節入邊，佢唔單止一次表現出驚人嘅直覺，無論係解決問題定係喺對戰入邊，總係能夠一下子就揾出問題嘅本質。但係對於路飛嘅感知方式，究竟係直覺型 N 定係感覺型 S， 仍然係存在爭議嘅。對於熱血動漫嚟講，酣暢淋漓嘅戰鬥永遠係一大重點。一般嚟講，感覺型 S 人擁有更加敏銳嘅五感感知力，對於客觀環境有更加強嘅洞察力。呢一種優勢嘅疊加，讓路飛擁有無與倫比嘅戰鬥能力。與此同時，路飛對於理論同埋文字解讀嘅能力，完全係處於一個白痴嘅水平。呢一個亦都係側面佐證路飛係感覺型 S 嘅人，或者路飛係兼備咗直覺型 N 同埋感覺型 S 兩種人格嘅優勢都唔一定㗎。接住落嚟係 F 代表情感型，呢一個都係非常之明顯。路飛擁有一副善良嘅熱心腸，重視與他人嘅關係，遇到需要幫助嘅人，總係會毫不猶豫咁樣伸出援手，儼然一副路見不平一聲號嘅水壺英雄做派。呢一種極具同理心、關懷包容嘅性格，只能夠講路飛喺情感型 F 上絕對係點滿了。最後係 P 所代表嘅係感知偏好，呢一個亦都係比較明顯嘅。點解咁講呢？
用禮貌啲嘅措辭嚟講，可以講話路飛係率真隨性，但係真實嘅措辭就係衝動莽撞，做事完全唔經大腦，無計劃可言。打 boss 嘅時候，大多數都係無腦咁樣向前衝。如果冇主角光環嘅庇護之下，我諗佢應該捱唔過3集啦。而火影忍者中嘅漩渦鳴人嘅 MBTI 分析，我哋就唔喺呢一度展開啦，因為佢嘅邏輯同路飛大同小異。咁喺呢一度，我哋就拋下一個有趣嘅思考題。我哋都知道火影忍者入面嘅男2號係宇智波佐助，咁你知唔知佢嘅 MBTI 係乜嘢呢？喺呢一度同樣直接俾出答案，就係 INTJ 啦。全稱為內傾直覺思維判斷型人格。點解呢？而家我哋就學以致用啦，一齊嘗試自己去分析而得出答案啦。咁最後我哋就再對 MBTI 嘅內容做出一啲有趣味性嘅延伸啦。首先係關於 MBTI 與職業選擇方面嘅內容。喺日常生活入邊，我哋可以將遇見嘅人大致分成4個類型。分別係感覺思維型嘅 ST 人嘅特點係實事求是，感覺情感型嘅 SF 人其特點係感性交善，直覺情感型嘅 NF 人佢哋嘅特點係熱情智慧，以及直覺思維型嘅 NT 人佢哋嘅特點係嚴謹機敏。咁其實唔同類型嘅人，佢哋亦都會有適合佢哋嘅工種嘅。首先係感覺思維型 ST 人，佢哋會客觀咁樣分析自己所掌握嘅信息，佢哋信賴思維，習慣通過一步一步嘅邏輯推理去驗證自己嘅假設，進而得出最終嘅結論。因此喺人格上，感覺思維型 ST 人往往係非常之實際以及實事求是。ST 型嘅個體更加適合從事經濟、法律、醫學、商務、財匯、生產、機械操作以及材料處理等等嘅領域工作。呢一啲都係講求客觀分析以及實事求是嘅工作。ST 型嘅個體更加容易喺呢一方面取得成功，並且獲得成就感。感覺情感型嘅 SF 人，佢哋喺做決策嘅時候，往往更加具有人情味。SF 型嘅個體對人嘅關注遠大於對事物本身嘅關注，因此佢哋往往顯得善於交際，而且親切友善，非常之適合從事嗰啲需要與人近距離接觸，並且充分展現人情味嘅工作，例如係兒科醫生、護士、教師，尤其係小學教師、社工、銷售或者其他需要微笑服務嘅工作，佢哋情感型 F 嘅特質就能夠得到好好嘅發揮啦。直覺情感型嘅 NF 人，佢哋兼具人情味同埋責任心，同時又善於發現各種嘅潛在可能性，因此格外引人注目。NF 型嘅個體，佢哋既充滿熱血，亦都富有遠見。佢哋往往極具語言天賦，唔單止能夠傳達出自己嘅預見，同時亦都能夠展明其中嘅價值。喺嗰一啲需要創造性以及滿足人類需求嘅行業入邊，NF 型嘅個體往往能夠獲得成功同埋滿足感，所以佢哋非常之適合從事教育，尤其係大學同埋中學教育、傳播、廣告、銷售、諮詢、臨床心理、精神病學、寫作以及各種嘅研究工作。直覺思維型嘅 NT 人，佢哋往往邏輯嚴謹，為人機敏，佢哋非常之注重可能性，並且對其進行理性客觀嘅分析，並且會將人情因素置於次要嘅位置。佢哋善於喺自己中意嘅領域中解決各種嘅難題，無論係科學研究、電子計算、數學，定還是係複雜嘅財政金融，甚至係前沿嘅技術研發，NT 型嘅個體都能夠大顯身手。
咁喺呢一度，你可能會諗，將人草草分成4個類型，會唔會過於籠統呢？如果真係按照呢一個分類去揾工，係咪真係有用㗎？作者其實都意識到呢一點，喺書入邊用咗整整一大個章節去介紹 MBTI 與職業嘅選擇，用大量嘅資料以及真實嘅案例去展述佢嘅有效性。正所謂用戶行為唔會說謊，時至今日，好多位居於全球財富榜前100強嘅公司喺招聘人員嘅時候，都會參考 MBTI 嘅結果。無數嘅經理、諮詢顧問同埋心理學家都願意跳出嚟為 MBTI 去背書，證明 MBTI 嘅性格分析對一個公司嘅團隊建設、衝突管理、領導力發展同埋其他任務都顯示出非常之明顯嘅有效性。仲有喺企業管理、教育培訓以及職業規劃入邊等等嘅好多範疇，MBTI 都得到廣泛嘅應用，並且表現出色。有一句雞湯文係咁樣講嘅：合適比努力更加重要。如今工作對於大部分人嚟講都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就係我哋將自己嘅位置放咗喺錯誤嘅位置上，使自己嘅優勢同埋才能難以發揮，即使再努力工作都係事倍功半。反之，如果我哋能夠揾到適合自己嘅位置，就能夠更加容易去發揮所長，從中獲得成就感同埋人生價值，變相就能夠減少工作所帶嚟嘅內耗與痛苦。因此，我哋喺選擇職業嘅時候，不妨亦都參考 MBTI 呢一個結果啦。相信通過呢一種科學方式建構出嚟嘅數據明燈，能夠幫助我哋照亮前行嘅道路。接住落嚟，我哋會傾一傾 MBTI 與伴侶嘅選擇。呢本書列舉咗喺20世紀40年代所做嘅一啲調查，內容係針對375對嘅夫妻佢哋嘅人格維度相似性所展開嘅。得出嘅結論係，嗰啲存在婚姻問題嘅夫婦，雙方佢哋嘅人格維度差異過大。從案例入邊可以發現，大部分需要諮詢婚姻問題嘅夫妻，佢哋嘅人格維度都係互相對立嘅。反之，可以喺幸福婚姻入邊，夫妻雙方往往存在更多人格維度相似性。如果夫妻雙方喺2到3個人格維度上面嘅偏好都係一樣嘅，咁佢哋嘅婚姻就更加容易成功，而進行婚姻諮詢嘅概率亦都比較低啦。其實當中嘅邏輯非常之容易理解，以外傾偏好嘅 E 人為例子，佢哋往往熱衷於參加各種嘅社交，而內傾偏好型 I 人則係希望保留自己嘅空間。同樣係一個週末，E 人可能會想出去同3、5知己去傾偈敘舊，而 I 人則係希望可以喺屋企靜靜咁樣睇一部期待已久嘅電影。因此，雙方如何運用閒暇時間，往往就會出現分歧。分歧轉化為不滿，當日積月累之後，就難免會發生衝突。而你可能諗唔到嘅係，影響一對夫妻最重要嘅方面並唔係外傾內傾偏好，而係感知方式，亦即係感覺型 S 同埋直覺型 N 啦。如果伴侶喺感知方式偏好上面相似，咁就會更加容易理解彼此嘅想法，能夠關注喺事物嘅同一個點上，亦即係話我哋成日講嘅同一個頻道上。咁就能夠減少好多不必要嘅意見衝突啦。研究仲發現一啲有趣嘅部分，如果喺感覺方式相同嘅前提之下，丈夫屬於思維型 T， 咁妻子屬於思維型 T 嘅概率就會高達71% 啦。事實可見，信賴邏輯嘅人更加傾向於選擇邏輯性強嘅伴侶。而喺戀愛結婚上，外傾偏好嘅男性會更加有優勢，因為佢哋有廣泛嘅交際範圍，可以認識更加多嘅女性，自然就更加容易揾到同自己高度相似嘅伴侶啦。
喺4個人格維度上面，愛傾偏好嘅男性與伴侶具有相似嘅比率可以高達66%。所以總結一句說話，從 MBTI 嘅研究可以發現，相似性係維繫一段幸福嘅感情必備要素。當人們對一個與自己相似嘅人表示理解同埋欣賞嘅時候，其實亦都係認同自己身上嘅優秀品質。喺愛人嘅時候，同時亦都係愛自己，咁樣先至會讓自己獲得心理、精神上嘅舒適感與效能感。所以喺尋覓男女朋友或者係伴侶嘅時候，不妨問一問佢哋嘅 MBTI 啦。或者咁樣能夠給你提供另外一個維度嘅意見。係咁，對於天生不同呢一本書嘅介紹，我哋就喺呢一度進入尾聲啦。最後不厭其煩咁都係要講一講總結。咁讀完呢一本書之後，我哋從中可以獲得到啲乜嘢呢？分別有2點。第一係幫助我哋認識自己，第二係幫助我哋認識他人。首先係幫我哋認識自己。相傳喺古希臘時期嘅德爾菲神廟嘅門前就刻住咗3條嘅箴言，其中第一條就係認識你自己。其實西方嘅聖哲早就認識到，認識自己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事情。喺當下一個一路狂奔嘅社會入邊，留出空餘嘅時間停下嚟審視自己，了解自己已經成為稀缺同埋奢侈嘅事情。但係充分認識自己，比能夠認識呢一個世界更加重要。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任何人格嘅類型都唔係完美嘅，唯有揾到適合自己嘅位置，先至能夠發揮自己最大嘅能力，以及做到最好嘅自己。而 MBTI 其實就係一個認識自己好好嘅管道啦。第二點係幫助我哋認識他人。讀完呢一本書之後，你會深刻咁樣意識到，我哋雖然同為人類，但係卻係有住截然不同嘅節奏。人與人本就係天生不同，而呢一啲不同往往就係生而具之，係好難改變嘅。好多時候唔理解就係孕育衝突嘅溫床，反而當我哋能夠深刻去了解唔同性格維度之間嘅特點之後，對待他人嘅時候就會少一份嘅苛刻，多一份溫情，更加容易去同理他人，進而學會欣賞彼此唔同嘅優點，並且能夠從中揾到與其溝通相處嘅切實有效方法。正如中國著名嘅社會學家畢通客先生喺《人的研究在中國：個人的經歷》呢一個嘅主題演講入面，總結出人與人相處嘅16字箴言當中所講：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彩虹正係因為有好多種嘅顏色，先至能夠顯出佢嘅美麗。社會亦都係有咗各式各樣嘅人，先至能夠豐富多彩，充滿生機同埋活力。最後，好多謝大家能夠堅持到呢一度，喺呢一度宣布，你已經係最懂得 MBTI 嘅人啦。以下係呢本書嘅思維導圖，有興趣嘅話，不妨將佢保存收藏起嚟啊！今日嘅好書解讀音頻就嚟到呢度結束啦，多謝大家嘅聆聽。